你毋是辗转反侧的转哦？迄个字是转啊，是呢，转呢，辗转，哎呀，歹势啦，哎呀，这种一定会留，我会坑你屁头，我会坑你屁头，你讲伤邋遢啊！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都会使甲因直接。联络方式就写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好，来，咱今日我写定哈，来，咱今日是这个网友见面会，算是哦，哦对吧？哦，今日咱的来宾呢，先头恁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跟大家拍一招呼。我是台语一年档的主持人，我是关边。大家好，我是台语一年档的主持人分酸。系，咱大家讲到台语一年档嘛，是一个节目，算讲是优待嘛，优待。哦，当然你较多元啦，有电视节目啦，有 podcast 拢有安尼。嘿，台语一年档是一个什么款的节目？若有咱听众朋友若有无听过的，会使甲咱介绍一下无？台语一年档吼，应该是讲，伊是一个网络的节目啊，放伫 YouTube 顶悬，放伫面册顶悬啊，伊可能会介绍一寡譬如讲我是台南人一寡风俗习惯，啊无一寡即马当咧事件的代志，啊用台语要安怎讲？嘿，啊，佮有做侪，譬如讲最近发生啥物重大的政治事件啊，无就是国际事件啊，有啥物好看的动画啊、漫画啊。你上爱主题？嘿，这是我上介意，因为每一季拢会介绍一摆我介意的动画，我会介意的漫画有啥物，佮有譬如讲有当时会有其他的专题。嘿，对，其他的专题，譬如讲阮7月4日的时阵。对，做一寡迄种鬼故事、鬼啊故，嘿，即款故事，做多元的一个节目，嘿啊。算是你想要看啥，拢会有的。嘿啊，你莫当甲我讲你想要看啥啦，我只做你看嘛。对啊。嘿啊，因为其实台语你要甲放伫你的生活面上顶悬，有做侪面上，比如讲吼，你也要用台语去讲放假，用台语去讲即马事件的物件。台语去创造一寡新的词，你要安怎讲？迄拢是爱有一寡研究、一寡想法啊。譬如我是感觉，譬如讲你有一个新的物件出来，你想要安怎讲？迄拢是你的自由，你会当用你一套你为自细汉开始台语学到即马迄种感觉，来去创造即个词。啊，台语就是慢慢讲。阮就是甲大家讲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吼，台语你也定讲，你就有一个迄个语感。你语感出来了吼，你对一个新的物件，你要去讲一个新的，譬如讲你要用华语，还是用日语，用各种的语言，你要甲翻做台语的时阵，你要甲当做创造一个台语新词的时阵，你就有你的想法，你的感觉，这新词你得当家己去创造。其实阮就是希望台语一年档会使生活化，就是会当行入去大家的生活当中，就是袂互你感觉讲台语可能有一个限制，可能伊敢若会当讲啥物款的主题，阮的主题就是真多元化。对。分说你的迄个麦克爱小可细一个无共方向，无你会一直收到伊的音。对。我想讲，关于边是真正有先做功课的款。因为我想讲，听你讲甲遮长。是因为吼，阮
迄个后座咧甲迄个迄加影片的时候，有当时爱甲我互你讲伤久，无啦，毋是啦，我毋知，阮迄后座迄个拿到第七根吼，你跳到要甲，伊是毋是讨厌我啦？嘿啦，我真正是西人一个，嘿啦，真正是吼。嘿，其实恁是3位主持人嘛，吼，啊，还有另外一位，目前啦，主要是3位嘛，啊，还有另外一位拿到第七边是今日无法度过来，我知影伊真介意歌戏啦，对啦，伊讲去看歌戏，伊今仔就是因为去看歌戏，我想歌戏，我想的戏，知影无？有淡薄仔袂记得啊，伊敢若有讲呢。我想讲，哎呀，伊无菜无，因为我之前伫歌戏团食过头路，除了演戏以外，逐项拢爱做，所以知影真侪歌戏即个幕后的即个秘辛，以后来就使偷偷甲讲，即拢袂使录一边的物件。安尼你有做侪话题当堪伊讲呢？系啊，但是今日都较无彩，今日无来。是讲就我所知，敢若大家今天当即个节目吼，毋管是网络或者是podcast，伊的主要的单位其实是伫咧华视的卡，是毋是？是。所以伊算讲是电视台节目，还是？电视台电视袂播出即个节目，应该是讲吼，伊是网络顶悬伫个华视调台面册顶悬。阮会放阮的影片，啊，佮有华视台语频道内底会放迄落迄台语真年等影片，安尼。你讲华视台语频道是指伊的 YouTube 频道？嘿 ，YouTube 频道，嘿，是华视家己本身伫推销的，算讲伫咧新媒体顶悬制作的内容安尼。是，伊嘛有摕文化部的经费。有一个补助经费，制作安对啊。啊，伊无想讲伫咧电视顶悬播出。进前有想过即件代志，嘿，也毋过因为规格的问题，规格的问题就是讲吼，有当时啊录出来，影像可能无符合迄个电视要播迄个画质啊，啊无就是伊的规格，所以有当时啊，这就是较麻烦的所在。设备的关系就对。对。华视调台是伊设定的一个，等于讲敢若 YouTube 频道的名，还是讲伊真正有一个频道嘛？是有做一个名，有讲电视频道。电视频道无，嘿，伊只是面册一个名，就是华视台语频道的一个名，这是阮看足侪历代的迄个编的做伙想出来的一个名，安尼。对，希望讲。伫咧华视体系卡来成立一个做新媒体内容的物件就对啊。恁当初是啥哪会去做即个？应该说入去到华视的即个单位来做即款内容。这应该是爱讲起，就是我一开始是伫华视咧做网络新闻。嘿，这伫遐做网络新闻，所以迄时阮的主管吼就想讲吼，即马开始流行了网络的节目嘛，迄时阵阮就想讲，好要来做一寡网络节目，毋过我就迄个时阵就想讲吼，伫迄个环境内底也无做侪即种台语的节目，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想讲，好安尼，既然主管要阮来做，我来做一个台语相关的一个节目，迄时阵我。因为其实吼，我是一个以早细汉自细汉到大汉就讲台语，看厝里人讲台语，也毋过到台北了，慢慢华语开始变成讲较济，台语愈讲愈少，来开始变淡薄仔有一寡口音嘛，有一寡迄种感觉就是开始无去，我理解。嘿，开始无去的时阵。迄个时阵，我就想讲，哇！我家己一人要讲，有当时讲甲歪歌起错啊，讲甲有当时人拢听无，有当时迄音吼嘛发音感觉嘛无做标准，所以吼有当时迄个时阵我就想讲，我一定要有一个人来帮我配。迄个时阵吼，我就甲我主管讲，我想要找台语主播林玉丁来做伙做。迄个时阵林玉丁主播吼，伊一开始。伊大概想一工，伊就答应我即件代志。所以迄个时阵咧想，迄个台语真年长的名，台语真年长的真，迄个时阵是用玉丁子啊，迄个丁。嘿，因为伊是招牌嘛，因为伊讲了真好，佮一个做优雅的感觉。一开始我会感觉伊做歹配合。也毋过吼，迄个时阵一开始，我应该是讲做惊讶，有一点仔惊讶就是讲伊。对少年人的意见，做到就是安怎讲，采纳。伊接受度真悬。嘿，接受度真悬，对。所以吼，有当时配合一寡演戏啊，一寡较
奇怪的代志，伊拢当接受，伊拢当配合。你小个人一个，伊拢无要紧的。伊拢无要紧啊！有当时我考试因年岁大，考试因为我一开始对伊完全拢无了解，然后伫遐咧看伊做活动的时阵，看伊伫遐咧讲台语的时阵，哦，我发现讲伊是一个看电视顶悬形象完全无共的一个人。你讲无像讲啊，一定爱像主播做代志，还是较大段拢袂使安尼。对啊，袂使耍，袂使人，对，其实完全无共款。完全无共款哦！伊即个人真正是做好耍，我是免甲出来人一个。我感觉会使，我感觉真正会使。靠你甲讲，讲会叫伊来耍，讲会去耍笑，讲会去耍笑一个人。啊，少年啊，你讲伊心态其实真少年的对啊。煞来到一段时间了啊，因为有丁姊啊，伊应该是讲伊的工课愈来愈重。因为开始即马花市一开始是12台，即马变甲新闻台嘛，迄一个过程，政治的过程，咱先来讲即件代志。毋过伊的工课愈来愈重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吼，伊可能无法度去负担录即个节目，所以迄个时阵啊，阮就伫遐吹啊，叫丁姊啊，最后推荐分选互我。所以你是安那？一开始都甲我起嫌呢。是安那？我印象中你应该是台文所，是毋是？是。哈，你目前是已经毕业吧？是，还搁伫读？我已经毕业了。拄毕业。这两礼拜才拄毕业。哦，烧烫烫的毕业证书，证书真烧烫，我讲证书啦。伊一开始摕着的时阵吼，伊就个先翕相甲阮等。你讲伊摕着啊？你节目内底有摕出来看一下无？后一集要来讲无？我感觉会使来讲者。我感觉会使甲大家分享一个，即个台文所是台文系到底伫读啥？伫学啥？因为其实内底嘛分几落款嘛，吼，讲台湾文学、台湾语文，其实我知影讲，因为有一段时间。因为当初是吼人，因为台湾出生率愈来愈低嘛，所以其实真济即个科系教拢有激动起来的意思是讲，袂使阁新增阁较济科系，除了台文所甲台文系，当初是差不多应该是我知影应该是伫2000年左右即个趋势啦，是讲你要新增要增加学项，要增加新的科系，干那台文所甲台文系会使尔，所以迄时阵就真大量的这科系走出来，问题是大家拢真分袂清楚讲到底是要读啥，是学台语，还是学即个咱讲拼音啦，学字啦，是讲文学，因为台湾文学伊可能有华语、有日语、有搁较济语言，拢有可能是甲台湾有关系，是台湾人创作的文学拢有可能，所以。无共款的学校，其实因的发展方向嘛无共款。对，其实我这真适合来做一个节目。对啊，因为其实像我大学的时阵，我是读台中教育大学，对，到研究所的时阵才来师大，所以我感觉其实两间学校伊主要咧推测的方向都无啥共款。无共款吼。对，像之前我伫台中教育大学的时阵，其实伊拢有分组啦，就是分做语言组，搁文学和文化组。嘿，我大学时阵我是读语言组，所以伊就会教真侪拼音的物件，或者是讲有一寡字音字源是对倒位流来的，或者是就是讲真侪语言的物件。语言学的研究。对，毋过迄当时我就发现讲，我感觉无啥适合。对，因为我较早就是我的台语就烂的，就是我的 PTK， 我的日声，我的日声有问题，所以迄当时我咧上迄门课的时阵，我就感觉足食力，因为我分袂出来。对啊。后来是我到研究所的时阵，我才开始研究台语文学。对，所以到后来到师大的时阵，我才开始改做是研究文学。所以我原本其实大学是语言组的，到研究所才变做文学组。你家己跟我讲，较熟手的其实是文学这部分的对啊。我感觉比起语言的研究来讲，字源啊啥。对，因为我感觉语言这种物件，就是。伊有一寡道理，就是无法度改变，因为都是安尼，伊都是安尼。毋过文学会当有你真侪个人的想法，或者是你个人的情绪。毋过我家己咧做研究的时阵，有当时会感觉真食力，就是讲，因为我可能无经历过较早一寡时代。比如讲，像文学内底有当时伊会讲到，比如讲较早的政治事件，或者是讲日白事件、学生运动等等的物件。毋过有一段时间拢是我毋捌经历过的，所以我有当时咧研究的时阵，我就会感觉讲奇怪安尼，就是我就感觉讲我无遮尔了解，所以有当时我会感觉讲这是我研究的一个限制，就是无过去的生活经验。
因为台湾文学，因为毕竟伊即个研究的，我讲时间的长度确实无像真济世界文学较长，所以有真济物件是伊个因为过去政治的关系，真济物件是失落的吼，所以有当时咱要甲找转来，其实需要经历真济无共款的阶段。咱像李碧清教授当收集做即个台语文台语文学小说选吼，那内底就分无共时期嘛，啊，确实你伫看，比如讲日本时代中期，甚至是讲尾期伊的遮个作品，你会看到内底共产主义的色彩最明显的吼，伊是经历过甚物款时代，所以变讲咱对台湾近代的历史必须要有一寡了解，才有法度回头来去看台湾文学的一寡发展的方式甲过程就对啊。所以你对这是我讲较有伊困难的所在，就是要投入，你可能爱了解搁较侪物件。对。但是比起看这字，感觉起就是语言学小可较科学，那文学较艺术，所以两个方向都无啥共款安尼。对啊。是安那是即个玉丁主播会推荐你去来到华视调台做即个共款甲因做这节目。我会记是迄个时阵吼，华视有一个擂台赛，台语主播擂台赛。对，有哦，大概是2年前的时阵办的。第5名对吧？吼。这件咱查的代志。你若讲吊顶头名，你话讲出来，你第5名，你嘛硬要讲出来。没啊，但是因第5名，一定要比赛共款啦，毋是讲吊顶头名就一定以后较发达啦。参加的人嘛是上百个吧，有吗？讲毋遮济。做想要做台语主播啦，我跟你讲。是啊，因为家己主要的我正职的工课是咧看市场嘛，所以。我会记我去市场的时阵，阮头兄弟人甲我讲，你要去参加做即个台语主播，我讲我到底是去遐要做啥？你才希望我离开遮就对啦。你会当参加看卖。我讲家己录节目较趣味啦，较平淡安尼，坐甲遮正经安尼，我一定要足大段，迄种感觉我真平淡啦。所以我讲家己录会使想要讲啥就讲啥。对啊。较轻松一煞啦。哎呀，就是所以你感觉是因为参加即个比赛，啥那玉丁主播是推荐第5名，毋是推荐头名。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我是第5名，而且我做落菜是我是用救转来的。对，就是原本其实我第一阶段的时阵，因为迄当时比赛有分2个阶段，第一摆初赛的时阵，其实我都已经分数都已经，就是已经互淘汰啊。对，毋过后来就是我互救转来。对。代表评审看出你有即个资质嘛？可能是。谁甲你救的啊？荣英哥。哦。对。启英银主播嘛。对，我是互伊救转来，所以伊算是我的师傅。你有甲讲，感谢。我有甲感谢。对啊，后来就是拄好，因为就是去年差不多嘛是7月的时阵，就是迄当时华视拄进入52台，迄当时玉丁主播伊就足无用的，对，所以迄当时就想讲无互我来主持看卖，对，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去主持，因为迄当时因为我伫华视是做过音嘛，嘿，所以我就对过音，然后玉丁主播就感觉讲我会当去主持，所以我就开始甲群边做回主持台语真认同。所以你是比赛了后，到尾就开始伫华视内底做过音嘛？顶讲遐有一个工课就对啊。对。就是讲长期就甲华视有直接嘛嘛。后来才会讲欠一个人，希望讲你来做伙做安尼。对。是安那拿到得去边嘛会走入来？伊其实较算是迄种，伊伫阮 Podcast 顶悬较定出现，抑毋过伫个镜头进前，大部分伊是中镜人的角色，有当时伊会出几啊声安尼，抑毋过其实足侪伊算是华视调台编的，较是伊正式的头路。有当时也会教阮的影片。所以有看到伊来老话是有特别标注讲是伊是像，对，我遐老话过。对。所以吼，伊算是一个台语文即个
能力吼足好的一个人，对然后足互人佩服。伊比科班出身的人吼，我会敢讲吼，比科班出身的人吼，佫较厉害。我坐你边仔，佫坐到，我感觉最厉害，感觉安尼。对，伊是本来就是台语底的对啊。嘿，伊就厉害。看我共款是台南人，要毋过吼，伊如果刷来的，敢若拢住伫个台北的款。对，但是伊的台语无老高去，就继续使用。伊台语就好诶。我感这做厉害呢，这就是伊会当一直坚持要用台语，然后去学台语这件代志。对，伊根毋是科班出身呢，嘿，像我细心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嘿，到即马吼，其实我无伫个我的生活当中继续坚持用台语，继续去学台语，继续去接触台语吼，这是我到即马。开始慢慢佮继续接触台语的时阵，是一种后悔感觉。你讲伫咧求学过程当中就对啊，就变讲真少伫使用台语啊。是，可能我家己的经验是，我读册时伫家己，中正大学，所以当然遐人伫学同学之间，主要当然是以华语为主，毋是每一个人晓讲台语。但有一寡高雄的同学，因就较愿意讲台语，那有当时嘛甲伊罔开讲，啊，佫有一寡在地的人，啊，包含着因为家己主要是漳腔为主，我家听起来嘛是拢较亲切，然后所以等下甲因开讲，我感觉无甲即个物件。老高也是无使用过，所以敢若用起来就正常。啊，搁要虽然伫台北嘛捌食过头路，但是因为是伫歌戏班，所以较大量。迄个时阵团长当然个无伫咧，迄时阵团长阮去文化部做干部的时阵讲，咱做歌戏的干部嘛是爱用台语来干部啊，伊拢无想讲评审其实听无，你知道？因为是做北京戏，因为因看的主要毋是你讲戏做了偌好嘛，是一个剧团的营运，比如讲你的即个资金的运用啦，吼，你要哪调度啦，这拢是因伫评审的一个重点，吼，毋是讲你戏做了好，或者其实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就坚持叫我用台语做干部。啊，你啊讲即个连续3年的预算甲决算吼，内底即个费用啊算吼，业务费啥物费，我说一大堆即个会计内底一寡因的家己用话啦、用字安尼，我想足艰苦。毋过确实嘛是一个真好的训练啦，有当确实甲环境我认为是有关系。所以当时有当人嘛讲，我的台语讲得诚紧，但是我会使足顺一直讲落去。这嘛甲我家己使用环境有关系。我自细汉就是即个物件无长经过。那我家己使用差不多50%，华语我嘛会使正常讲，但是台语我嘛会使正常讲，就当初是。所以有当时我毋知目前有一寡对囡仔的环境的要求，讲若希望伊学晓台语，可能要尽量互伊全台语的环境。因为华语反正你未来大汉的过程中，你拢还佫学会着。但是当甲我的即个发展过程中就无共款，对我来讲是，我华语台语随时拢会使像我的环境自细汉就是安尼。但因为迄个时阵是台语甲华语的比例，伫你的环境当中嘛差不多是安尼，嘛说50%。但是到当来讲，你只要一行出恁厝内，你若厝内是台语家庭来讲，你行出去了都毋是啊。所以确实会希望讲囡仔若要学晓台语，伊的台语环境周围的人需要搁较用心，这是。甲过去环境是无共款的啦，所以我讲这嘛是诚正常，但是讲你若会到台北，除非你是当初是超工有即个意识，去想讲我就是要保留什物语言，这是我的什物物件，但这也是时代的变化。当咱开始搁较重视所谓的本土的意识，还是咱在地，还是台湾主体的意识，所以咱会搁较重视这个本土语言嘛。但过去无想遐济嘛，所以这嘛是。我讲无啥物好后悔啦，人生就是安尼过，反正你当嘛是你做遮个物件，嘛是会使佫较诚好，台语嘛是愈来愈好啊。我讲既然是你的母语，就敢若学过骑脚踏车啦，学过收水啦，基本上你拢袂记哩的啦，佫吹电话都会使啊，免遐艰苦。恁做到目前为止，当有做几集啊？诚侪集啊，对吧？哎呦，200几集，200外集啊！内底遮侪集来讲，有啥哪一集是恁印象上深的无？或者是上歹做的，上安那的？我先来讲好啊，就是讲吼，有两个我印象较深的，就是讲有一集是咧讲本土剧的内底的台词，迄个吼，因为为虾米？应该是讲吼，这是点阅率导向啦，就是讲吼，伊伫面册顶悬，看的人有10万几个观看次数，嘿，所以对我对即个来讲，嘛是印象较深啊。这是
我对迄个时阵，因为迄个时阵我是含有丁主播做伙主持，迄个时阵我对伊大开眼界迄种感觉吼，就是讲伊竟然会当配合我到即个程度，演出伊演一个就是迄种迄本土剧的角色吼，嘛是演甲足到位的，就是种感觉。我无法度形容。讲爱做主播无菜去，伊主播伊主播是一个款，看我主持的时阵，佫是另外一个款。我感觉这就是伊面对镜头的时阵吼，会当切换无共的身份，无共的感觉吼，这是一个最厉害的代志。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我上介意的，譬如讲，就是较我讲话动画单元，因为这是我介意的物件，所以我有当时也感觉吼，我会当介绍我介意的物件，互观众朋友听。你哪听哪学哪知影即个物件安怎讲啊？即个主题，即个事件的代志下骹，你要安怎去讲你的，甲即个物件讲出来，甲你介意的物件讲出来，就是即种感觉。安怎去做正常的来使用台语？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代志。我看会使分享家己有兴趣的物件，尤其是对逐个来讲家己有兴趣的物件，一般人拢目睭会金金的，讲着在目睭就闭足金的。对。我较早大学时阵看布袋戏，我正看迄个霹雳布袋戏，网络顶管其实拢有一寡咱讲片段是精彩的一段一段咧，有人放去 YouTube 顶管，我就个掠倒来家己收藏，收藏了后同迄时同落来，伊无伫看哦，后来我房间我就逼伊全部甲看了，一段一段甲看。可能2点钟就安尼过去啊！我当时想讲伊嘛真可怜，可能完全无兴趣，就无法度你无法度离开，我就逼伊甲看甲了安尼。我迄时阵都会做即款代志，但我会使理解有当讲着家己兴趣的代志，尤其使向搁较侪人讲吼，是真好。分享家己咧，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进前，就是有录迄几啊个，个有啥物政治案。就我录迄印象真深，就是因为阮拢是用背的。就是我迄当时较近一边咧录迄个主题的时阵，阮拢是用背的。啥来用背？恁无特殊的机器还是啥物？无，我哪家己背。对，所以阮迄当时就是拢用背的。我看恁当拢伫手机摕起来就开始看，毋是？系啊，有当时啊啦。对，就是进前迄个主题，就是伊是一个特别计划。所以迄当时就是阮拢是用背的。所以迄当时咧背迄个时阵，我就感觉就是背足久，因为我记忆其实无讲介好，对，所以我迄当时咧背的时阵，我就想讲足忝的，搁爱背啊，对。毋过最近有做一个主题，我足介意的，就是前一阵仔有一个小剧场，就是讲即马有一寡时大人会讲的一寡事，就是。迄当时就是有录小剧场，然后加上艺术的解说安尼。我敢若捌看过咧。对啊，有小可看过。对。迄集我感觉足趣味的。迄集讲啥物事？讲着啥？我袂记得啊。脑笋。对。真自细汉就拢会讲的话。对。还有啥物死者？嘿，死者。对啊，这真侪物件，所以你较介意古早留落来物件是毋是？就是我感觉迄集足好笑的，就是我家己咧看的时阵，我就感觉足趣味，足好笑。是因为演戏讲好笑，还是？我感觉我演甲足好笑的。应该是讲吼，阮做即集的时阵吼，是一种亲切感，就是讲吼，我相信有做者伫台北做头路，也不是伫台湾任何一个所在的人吼，像我即个年岁人吼，细汉。看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细汉拢会讲台语的时阵，你定定讲一个话，要毋过你到今仔无定定咧讲，要毋过你别人只甲你提起即个事的时阵，你马上足侪回忆，你就起来迄种感觉。对，你这譬如讲吼，有当时阮阿嬷吼，有当时阮细汉无乖，就摕迄扫地囡仔吼，就是摕迄有当时迄竹啊啥物啊，开始要讲的时阵，伊。一喙讲出来，迄经典的迄种感觉，迄种话，迄种感觉出来吼。你美这个囡仔，我感觉这就是对阮来讲，这对我来讲，是细汉的回忆，就是台语足经典的一个，就是一个感觉。这譬如讲，你这死囡仔宝吼，开始，每一大堆哪甲你讲，哪甲你的骂。
啊哪讲哪咩，伊头壳转啊足紧诶，哦，感觉足厉害。伊细汉时定咧红拍，我细汉其实我自细汉到大汉吼，无定定咧红拍，只是有当时咧红骂时阵，啊个，阮阿嬷有当时较歹嘛，较歹时阵伊就夹伫个来，要甲阮恐吓，迄种感觉吼，嘿惊迄种感觉吼。迄种感觉一出来，迄种虽然阿嬷即马就是慢慢开始年岁愈来愈大吼，毋过有当时啊吼，伊对迄台语的感觉吼，嘛是有当时啊是我伊讲7、80档的台语，啊，看我有当时啊，佮长去无去讲，无去想的迄种台语吼，实在是差足济，所以有当时啊，有感觉任何伫台湾吼，足济年岁足大迄种阿公阿嬷吼，拢算是台语的国宝。迄种感觉。台语的资料库啦，都过去的一寡语词。当然现代有现代的台语使用语词，但是真侪过去的物件，那有法度捡回来重新转换，无的确是伫当的情景有法度用过去的这语词，但是重新转换变成当的情景通使用，其实嘛是有可能嘛。所以确实是。但恁伫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拄着啥物款特别感觉讲上困难的代志无？分选困难应该较济，啥啊？你的困难较济？其实我主要是因为有当时我会，就是我其实就爱讲话，毋过有当时我录节目的时阵，我就定袂记得我等下要讲啥，或者是我有当时会笑场，就是我会录甲就是要笑。你会使加嘛，对无？哎呀，会使，都无要紧啊。毋过有当时就是我拢会袂记得讲，我等下要讲啥，或者是我啥物时阵要接话。对，所以我感觉这是我录的时阵较大的困难。佮有进前有一摆，就是我要写迄个卡本，迄当时就是要写迄鱿鱼游戏的卡本。迄当时因为迄出戏足穿的，大家拢咧看。我迄当时嘛是咧看迄出戏。毋过迄当时因为我是爱写出一个卡本，就是一定爱写一寡，就是可能较有意义的物件，就是袂当用迄种干那是看戏看甲足欢喜的迄种角度。所以迄当时我咧看迄出戏的时阵，我拢一直去思考，我就想讲是安怎像别人讲的追剧遮忝哈？我感觉看甲足忝的，因为我拢一直去想讲是安怎剧情要安尼写，要安怎设计，对。对，这就是某一科专业的时阵，就是拢有这个问题啦。人看甲足欢喜的，但是因为你必须要用无共款的角度去分析的时阵，就足艰苦的。我较早伫学电影分析的时阵嘛是安尼。这是毋是跳接？这是安那？伊这个光安尼拍吼，就是为着表现啥物物件想。然后有一段时间伫电影院看电影，两个同学就讨论啦。我讲大家应该足讨厌，足讨厌，阮就是安尼吼，都开始在咧分析安尼。职业病，一撮迄个气氛拢无啊，你知道？你讲者安尼，滚一边拄着问题啥？我其实问题较少呢，应该是讲较困难的是，嘛是应该是想一寡主题的时阵，因为大部分要做啥物主题，大部分的大雏形。迄种一开始伊的形要生怎拢是我想即个代志，我有当时分选伊嘛会倒想一寡迄种物件，毋过有当时吼，你即礼拜要讲啥物，后礼拜要讲啥物，即个月即个物件是毋是做这物件会当讲分用一个月啦分集来讲，所以我感觉是想即款物件较困难，因为有当时吼你想无要做啥。对啊，所以初步的规划，即个初配拢主要是你为你遮开始发想。对，有当时吼像那到第七边伊嘛会来倒想，所以吼阮三个人算是逐礼拜拢爱去经过即个过程。有当时想即个物件像就是做无难，因为有当时你要感觉吼，你要讲一寡较困难的物件，较困难的物件，有当时都无人看。有当时吼较好笑的物件，就较侪人看。因为佮较好笑的物件吼，就有的人就会开始感觉吼，即个物件实在是做浅的，嘿，是做浅的，嘿。对，要毋过较困难是指啥物？比如讲你有捌想要做过啥物题目？进前阮困难毋敢做。进前阮做过迄讲爱滋病的，迄个主题就真正较困难，因为真侪就是。对，真侪医学专业的一寡名词。这个开始主题本身可能都较无遐大众啦，大家毋是讲每一个人拢关心像一边像即款的问题。是，那你搁爱用台语来讲是，搁较可能无法度进入即个情景来去想讲，即个物件是啥物啦。开始有当做主题时，要安怎伫内底
家己找到一个适合的位，我是足困难的。因为我大概伫做主题时嘛是共款，就算我要做，比如台湾的或者是在地历史啦、传说啦、故事，常常嘛想讲，到底什么款的物件是第一是当然希望讲大家会介有兴趣的题目，但是大家有兴趣的题目无一定我有兴趣。有当下你内底边啊徛一个好的位，你家己认为适合的位，其实无遐简单。讲实在，要讲到偌深，是毋是伤深？确实是有当时你若像我，因为我家己会写稿，我稿若是写了伤深，我当时嘛想讲，大概会听无，还是讲听到开始讲心，拢是伫讲啥？这边安怎处小，我讲是足困难的代志，大概会伫做。当然，因为我家己做拢是较故事类的，较简单，是都较无要紧。但我讲一段时间了，慢慢啊，你嘛会有一定，咱若莫去一直讲。追求迄个数字来讲，慢慢有一群人是因有法度理解你伫创啥人，其实因是会愿意接受搁较深入的物件。只是讲你家己的比例要安怎去分配啦，确实是。有当时是原来一寡趣味的物件内底嘛有通较深入的所在，甲嘛是譬如讲真正伫做倒退路的即个分析的时阵，就是拄开始真正都有人问我即条歌，我想我细汉定听着啦，但是嘛无特别去注意，我搁找出来听讲，内底诚济诚厉害的物件，即个克林黄先生伊的即个创作其实非常厉害，所以我就提起做即个分析。我本来其实无按算着讲伊会受到欢迎，因为我想讲就是一条听起来敢若西讲啊歌迄种感觉吼。佮我想袂到反应非常之济，大家拢甲我讲，说嘛听过啊啥，有甚至有人，甚至讲有人放互囡仔听，囡仔在遐摇规工足好困。所以产生真济你无料想会到的一寡回应啦吼，老话互你甲你讲，伊自细汉听过，或者是当我头搁重新去听，翻头去听，迄个感觉搁完全无共款。用你理解即条歌到底伫讲啥的时阵，搁去听即条歌，你的感受是无共款的。我感觉但是当初是我其实咧做是完全无按算着遮个物件，感觉就是感觉讲。先做以家己有兴趣为主，后壁甲去发展讲到底即个物件，若真正伤深啥，无紧啦，我做欢喜袂使。伤深，观众朋友你着听3遍，听几遍，听3遍吼，着听有啊，对啊，尤其咱像恁嘛拢会囥即个字幕嘛，其实都拢较无即个问题啦。台语使用本身伫咧即个制作过程中是电脑较无要紧，较无影响较大就对啊。袂讲即个字要安怎使用啦，即个字安尼用敢对，我敢抄即个字会方便无？会方便，敢会方便吼？即件代志吼是阮定考虑的一件代志。是。到最后阮有一个结论就是讲吼，你安怎讲拢会方便啦。我感觉这是足侪人，你毋管是咧做 YouTube， 还是咧做 Podcast， 还是咧做啥物公众社群平台的时阵吼，拢定会会想到一件代志，就是讲你毋管怎样，就是拢方便嘛，这就是一个结论嘛。那你就做你做你家己想要做的物件。你有发现讲，有无共的发音的时阵吼，你得特别注意，一定要甲即两个发音拢甲讲着。像前一阵吼，就一个网友吼，伫阮的面册顶阮吼，就讲吼，因为阮一开始的名吼，就叫做。伊是用药丁指迄个丁嘛，就讲吼，你用即个丁落去放伫你节目顶管，含即个发音真认同无共，结果其实伊嘛有珍珠的珍啊，对啊，伊嘛是有一个真的发音嘛，嘿啊，所以阮就用即个谐音落去，挖音的方式，挖音的方式落去放伫个节目顶管哦，就有人就敢伊听起来做袂爽，开始老话，我们就摕出证据互看嘛，伊个你就讲珍珠的珍就是安尼念嘛，对啊，我感觉做有的人真正是做无聊的啦，嘛袂当讲伊无聊，毋过伊吼，应该是讲吼黑粉，黑粉嘛是粉。所以我嘛是爱感谢遮。伊嘛贡献诚侪即个，伊嘛是点阅啦，对啊，所以贡献诚侪数字，对啊，所以我嘛是爱感谢伊啦，吼，多谢嘿。你来讲，你搁去看3遍，你搁去看3遍，才来甲我讲啊咧。我确实我想，只要要做对外放送的工课，毋管你今日作品是文字吼，是毋管是影像 YouTube 啦，是用声音的 Podcast， 拢是共款。一定拢会受到无共款的挑战吼。即咱拄当私底下嘛，伫开讲，我家己目前为止，算讲诚好运。我当初是伫做时，因为这一定牵涉到关系到即个台文，咱嘛知影讲
但后壁咱嘛会讨论着甲台文有关系代志吼。你只要牵涉到台文即件代志，一定都会有较侪即个争论，或者是每一个人的看法无共款吼。因为确实文字咱既然无经过较长久的发展，咱一直甲即个文字吹转来。那每一个人看法无共款是最正常的代志，所以一定有即款的调整啦。我当然拢是讲较好听的好讲话，但是我迄个时阵有即个心理准备，但都是可能因为第一我是主要以声音为主吼，所以我字有当时我伫Facebook 顶管，我当时会写台文，但是写华文无一定吼。看我当时因为我用甚物款的方式。我袂对象嘛小可无共款吼，有当时我写每一篇我头壳来铺现的我对象讲是其实会有变化吼，所以有当时我用华语，有当时用台语来写，都是敢若无接拄着诚侪挑战啊啥，逐个拢算讲真客气，嘿，逐个应该讲逐个拢真客气。我讲我的听众可能真正是较斯文啊，第一人较少，袂当安尼讲啦。人拄着济，咱才会即个挑战济嘛，都是人一济，啥物款的人拢有啦。第二是确实逐个拢真温和啦吼，但可能嘛，有当时甲你做节目的内容嘛，凡是有关系，大家就是来听故事，听我们可能就较无遮济，因为我无要教大家啥，就希望讲你就听，你若希望讲听惯势台语你有法度定使用，听是真重要一件吼，你才听得出差别吼。但是我伫甲人讲台北甲台北无共款，真侪人听袂出来。我毋知恁听得出来无，就是变调的差别，中腔甲全腔的变调。我定讲腔口无共，我一讲完了，大家有个人就开始讲新，道理无共，伊听袂出个差别。当然即个家己的差别，差一丝啊变调啊等等。但是定听你自然就发现讲道理无共款。你有当时迄个较幼路所在，真正是需要靠你定听、定讲，才你家己伫讲的时候，你就会知影。所以才会想讲用即款的方式，确实嘛真好运啊！就感谢大家，感谢咱听友无去也无甲我骂安尼。但是，所有来宾嘛共款讲，我希望过去的华语读准的即个，毋管你是为着政治历史的问题吼，这问题吼，造成的现代的咱看到这现象吼，台语。不管若是台语啦，所有的本土语言相对是较弱势。那台语当一直毋管你要讲福建啦、福建还是推广咱毋管，伊需要搁较大的包容性，是甲过去华语的做法无共款的。所以有当时我定讲，当然伫教学的时阵，比如讲教育部伫做物件，伊必须要一个标准化的物件，需要一个统一的教学的材料，但是。咱日常伫使用、伫讲、伫创作、伫创啥时阵，我感觉伊会使有搁较济包容性，搁较多元，搁较会使接受无共款的可能性。所以有当时别人讲比如讲我定咧写的字，凡是有个人写的字搁无共款，我看到无共款字，只要我会使理解意思，其实我无啥会去讲安尼对，安尼毋对。凡是咱会使讨论啦，比如讲你用即个字的原因是啥物？凡是有个字，比如讲教育部用的字，有个字我嘛无一定赞成。我理解教育部当初是每一个字伫使用、伫选定时，伊有伊的理由。当然，即个理由。你有理由，无代表我接受你的理由。嘿，我认为，反正我认为毋是安尼。但是我家己使用，我今仔日希望讲大家有，比如你要考试，我会甲你讲，请你遵照教育部的方式，因为考试有考试的标准。但是你若要使用，我安尼写有我的理由、我的原因。比如讲，定讲宜兰腔，定讲洗婚书，或者宜兰去洗澡、洗身体啊，伊大部分所在讲洗身躯嘛。宜兰的讲洗婚书。那目前，比如讲教育部伊就会认为讲这是身躯的即个另外一个发音吼，但事实上伫咧宜兰我主持人甲台湾，伫讲婚书甲讲身躯的时阵，意义其实无完全共款。婚书是啥物意思？比如洗澡，咱讲洗婚书，你规婚书乌扫扫，你讲你规身躯算甲乌扫扫对吧？但是宜兰人过去宜兰人讲你婚书洗规婚书用个遮垃圾安尼吼，甲乌扫扫。大部分时候，伊甲身躯是共款意思，但是伊有足有的差别。对我来讲，因为譬如讲你平时你无一定拢做宜兰人，你无法度去解释即个差别。对，甚至讲对宜兰来讲嘛，足歹解释伊的差别。但是我家己的认知是，我使用字，我只是做参考，但是毋是讲要求大家拢爱认同即个方式。因为伫咧教育部目前毋是用即个方式去认知。我会讲我是一个，恁若汉字写是，咱讲。
3点水甲一个军人的军，吼，就是伊就是完全规个的意思嘛。书是咱讲一书三两书三，一书三两书三，就是伊是一套的，吼，就是你的身躯的即个部分。所以分数是完全包覆你的身躯的即个外在的物件。所以伊当然平常是，比如讲洗分数，你咪洗外口，你咪洗北内。你毋是天上帝，你咪甲灯架衫摕出来洗。所以当然咱一般这使用是完全会使共款替用的，比如讲你洗身躯还是洗分数外口会使。你规分数用到乌扫扫嘛是共款，除非你是乌心肝啦。一般你乌扫扫嘛是乌伫外口的。这确实是。但是咱今日来讲，要讲一个，比如身躯的某一个部位，我无啥会讲到分数的某一部位，因为这是外口迄沿，等于讲衫看袂到的所在外口迄沿。咱但是身躯的某一个部位，讲定来讲，比如你的北内倒位，身躯会使摕来讲这，但是分数我无啥安尼讲。我有足有的一丝差别。所以你讲分数甲身躯是毋是真正共款的物件？在我自细汉甲大几十年啊，莫讲几十年，自细汉甲大的即个成长的过程中，阮伫使用的时阵小可无共款，因为对既然来讲，毋是讲完全无身躯即个事，阮是有，但是使用有的所在有顶头，有的所在无完全顶头，所以我就认为讲即两个无应该完全是共款的事。但是即个物件伫教育部内底伊都袂安尼认定，伊目前写法就是讲这只是即个腔口差别。但是就看即款的物件，所以我伫写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去写即件代志，讲既然有即款讲法，那我家己的认知，或者是我家己伫研究这个字的来源的时候，我认为这可能更较符合阮伫使用正式的意义。但是这可能甲教育部无共款。你若要考试时，考试袂甲你考即个腔口差别啦。但是你若真正要认知即件代志，你教育部讲法是啥物，我的讲法是啥物，可能会做参考。但是袂讲一定爱照我的，有的人会就较激动。较积极就是讲，你就是我甲你讲，你教育部拢黑白来，这教授读到拢底赛，咱拢看会着嘛。网络顶悬嘛真侪，有的人就讲，即个研究即个字是安怎，即个字是安怎。迄拢先莫讲来讲，就是我认为讲会使互大家做参考。反正经过市场的一寡淘汰啦，或者是演变，结果过10年、20年、30年，慢慢伊个无共款的发展嘛有可能。这是包容性，是我伫使用台语的时阵，一直真希望互大家有即个观念啦，就是讲别人讲甲你无共款，我讲这就是台语上趣味的所在。虽然逼不得已，伊早晚会慢慢变成国较愈来愈统一的，或者是你要推广一个语言，尤其为教育方式去下手的时阵，一定加减会安尼。但是目前来讲，伊迄个包容性，我希望伊是会使搁较大的啦。比华语过去的做法讲，啥物拢爱有标准化，啥物拢我讲会无啥共款啦。所以你有听有收到啥物较正面的，互恁感觉印象较深没有？除了电脑，咱讲有总是有人爱挑战，这是正常的，或者就真正常哦。那抵触以外咧，有较正面的，互恁讲讲安尼，有即个互你有动力，搁继续做落去的。伫个 YouTube 顶悬，阮定定接触到新的观众。新的观众就讲吼，都有一个做庆幸的迄种感觉，因就是来讲我找到即个我想要看的物件。譬如讲吼，我有个人伊就老话就讲吼，我总算是找到一个用台语咧讲漫画的一个频道。这就是我感觉，伊找到即个物件，伊想要看。伊定定想要看，伊甲即种感觉传达出来的时阵，即种感觉是互阮感觉足温暖的一个感觉。当然，大家拢感觉娱乐就是正面的迄种感觉，对啊。所以拄着有一寡娱乐的时阵吼，有人观众朋友提供无共的讲法互阮的时阵，譬如讲伊感觉即个，譬如讲 CJ，阮顶头有讲着即个 CJ 即个单元，伊有做者观众朋友伊咧。开始回忆讲吼，伊细汉的时阵，伊爸阿母吼嘛定定咧用即个树甲骂。大家敢若拢是你互骂去伫当中找一寡古早的事。对，而且迄集其实嘛有真侪人老话讲，因个有啥物款的用法。对，而且阮有观众就是伊逐摆看阮无共款的主题，伊嘛拢会伫下骹留话，就是会讲即集。伊感觉其实伊的看法是安怎，就是会甲阮分享因的看法是安怎，所以看到的时阵就会感觉讲，有人可能有当时甲你是有共感的，或者是讲伊嘛有家己的想法，然后甲阮做伙分享。有当时嘛会有一寡观众朋友就是留话讲，即个主题袂歹啊。真正嘛有外国人就是留话讲，
总算会使透过即个节目来学台语。对，所以其实台语的现代性可能是我认为当下的人想要学台语的时阵上需要的。我当迄个现代性，就像咱之前拄则有讲到讲，过去的物件、有的物件会使摕出来，佮使用已经无去，但是伫咧现代会使使用的。那另外一款就是像你当讲到漫画啦，讲到日本一寡咱讲动漫的文化啦，吼像遮个物件，要安怎用少年人。明明我都生活中有遮个物件，我要安怎用台语来说明来讲，这就变成最重要的。其实后壁我佫规讲嘛，佫另外一个访问是，伊就目前伫木子的一个计划，一个乐团到到新同发布时就会知影。照排程可能因为有木子，我可能排较头前是煞发布吼，咱的节目可能差1、2礼拜啊款。伊的就是会有即个一定。真喜这日本的这红仔册啦，或者是咱这动漫啊、动画这文化的物件吼，因为因要出一张唱片，内底有一条歌是日本的这主题曲，甲改成台语的版本。而且这条歌，你只要一听到，你一定会知影讲，我知影，我绝对捌听过，你一定拢捌听过，细汉时阵听到大汉的，一听到会知影，会感动的一条歌，到时你就会知影啦。所以这么真趣味，就讲我会使感受到讲，迄个台语的现代性的这个需要是足强烈的吼。你若要互这个语言会使传承落去，伊的这个生存一直创新，一直演变是上重要的代志。反正甲过去的台语无完全共款嘛，无要紧。伊有留真侪过去的物件，但嘛有真侪新的物件。你总有一天爱面对区块链，你总有一天爱面对比特币。你无比特币，你嘛有以太币，啊无嘛狗狗币。你总有一天我都去甲人解说这个物件用台语。所以这是包含元宇宙，其实元宇宙吼，人伊人讲元宇宙吼，所以。这是你早晚拢爱面对的代志嘛，所以咱逐个伫做的，其实拢甲这有关系啊。像我可能囥较济甲即个咱讲健身或者健身的有关系，这事到底你台语要安怎使用？那你会晓，你得一工开1、2点钟伫内底，但是这个所在完全无台语哦。安尼我想要问你一个事，之前就是我有报着一个新闻，伊是讲卧推，就是这种动作，这要安怎讲？每一个人讲方式无共款呐，我家己可能会用听煞。听就是你倒着嘛吼，听着带鼻音的吼，就是听煞。伊有一个专门的即个汉字无好写。我较早寒冬有发过，你会使去看寒冬有迄个咱讲精选嘛吼，有一个专门我有一个看寒冬学台语的即个分类。内底都有，比如讲，咱有即个上胸卧推，是平胸卧推，伊都是有听煞的。即我有写一寡，我家己翕的来的动作，我都会写啦。但是因为差不多一磅啊，怎样？一个人伫健身房时，你无法度一直伫翕相，你无可能踩一支咱讲自拍棒，什么挖沟坑一下，实在就歹看。所以我已经无法度甲其他的动作摕出来甲大家讲，我袂使凊彩翕别人啊，我一支手啦，一支手用啊，一支手安尼。对啊，我做健身房的，就是我讲做健身房的即个单元的，伫即个 Instagram 顶管嘛，我会用限时动态，互大家了解，比如讲真侪词，现代通使用。当然，我会为过去一寡包含动作的台语。甲重新甲做伙吼互大家讨论讲，毋是讲一定要安尼讲。既然无人去定义讲伊安怎讲，我用我的方式去讲出来了，恁会使去讨论看嘛？讲即个讲法，恁感觉有介意无？是恁认为讲为遮个会使发展出无共款的讲法？问题就是我真正无法度过翕过较济啊！我已经，我最近无伫做，就是因为我无一个人，我无法度囥手机，一直囥远远啊！我无法度翕动作，我袂使叫别人帮我翕啊！你当先囥诶，就录影啊！录影了后你较截图啊。问题是你手机会囥离你伤远，你知影？因为你若咧做较济其他的动作、较复杂的动作时，你必须离较远，无你翕袂着。问题你无可能甲手机囥落，实在是足歹看哦。大家伫遐运动，你个手机看你是来翕相还是咧？我毋是为着，干那要翕相，是我真正希望翕一个动作是会使，我会使写物件讲即个动作可能你会使用啥物款的方式，因为台语对动作的形容非常之济。问题是你无法度翕我，佫袂使翕别人，因为真正红过，你知影？所以就
就感觉就较歹做，就是都有即个问题啦。所以运动的时阵上好是两个人做伙去啊。啊，感觉敢若不敢若是去外拍，伊是你的专属的摄影师，专属的这摄影师来替你翕相。除非你是安尼啦，无真正是足困难的。做到尾拄着我想象，比如讲我伫做即个台湾上大的困难，就是讲我真正要翕是无人甲我翕，我敢若会使家己翕，我袂使翕别人。所以对有些做的动作有限啊，你知影？其他动作无法度。比如讲你若体力，你真正伫卧推啥，你真正是你无法度囥甲较远啊，所以你安那翕就是有一个限制。你比如讲你要甲大家讲你可能骹是安那囥这反正嘛，大家有无共款的讲法，拢无法度，因为你翕袂着。比如讲甚至讲你两只手的即个哑铃，你摕真侪讲法，敢若哑铃就真侪讲法啦。然后伊即个共款是做天扫的时阵，你两只手拢爱摕啊，你两只手安怎用？你是要安那迄落足侪啦，即款的问题都较困难啦。你需要多位，需要有一个画面上，对我来讲就较困难。可能每一个人伫做这物件，拄着的困难拢无共款。像我基本上一定会写稿。我之前嘛有讲过。我若写稿一篇差不多做一集，大概40分钟至50分钟嘛，一集差不多爱4000字至5000字全台文，所以我台文我写了足紧的是因为反正我逐工爱安尼写，所以足简单的代志。你只要定练习台文是足简单的，对吧？我讲其实只要你会晓讲会晓听，你要甲使用伫咧文字的时阵会加足紧的。当然有的人你是。像咱学英语，你可能是文字加发音加字啥拢是做伙学的。但是你若是，毕竟台语对我讲对台湾人来讲嘛是无啥共款。你若自细汉，尤其是你的母语，你要来，你若真正莫讲你足够讲啦，你小可个会晓讲的，你来学台文学这文字拼音嘛，拢非常之紧。无人甲我教，我嘛是当初是为着讲我写台文我较袂，本来是，比如讲我写即句是为着要安尼讲，但是我。写过了，我搁翻头要来讲时，我反正袂记我写即个字，华语这安尼写是为着啥物款的价字甲发音写的。所以你就讲咧，遮无倒句啊，遮无押韵我当初是写安尼写，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但是已经袂符，已经落啊，我嘛变段搁改啊。所以到尾规气拢全部写台文，你就完全知影讲每一个字我要安怎念，足方便的。所以我家己伫录音的过程当中，拄着困难会较是一款的。另外就是做功课啦，因为真侪甲台湾历史有关系，你真正爱做功课。虽然大部分可能伊是传说，是趣味，但是有的物件因为牵涉到历史，或者是我即集可能做真正就是台湾的，比如讲日本时代台湾人洗身躯、洗婚书的历史，像这物件你就必须爱有搁较济功课，迄是足开时间的。我说做一集，我加的时间拢无长，但是我准备功课的时间爱足久的。我一礼拜我出一届，我天天个录音之前还搁伫写歌，就有即个问题，时间无够用。我讲这部上大的困难对我来讲是时间无够用。真的啦，这是真正。想主题确实嘛是一个真大的困扰啦。即个时阵，即个主题反正有放伫即个落地内底，想讲即个会使做，但是我。即届我就是无想要做即个，包即个问题。我今日起码是毋对，毋是即个，你到底要搁做啥？你就过来搁想。我当下嘛，还是讲最近可能做较济是啥物，想要搁改一个。最近反正比如讲进前拢讲即个传说啦、神话啦、历史啦，想讲无来讲一个较近代即个刑案，好啊。你就想讲刑案要来讲，爱做的功课搁无共款，然后可能爱去看即个讲判决书、判决书，迄个是另外一个功课。你讲你就知影法官甲检察官咧写字要写什么话稿？现在毋知有即个法律白话文运动吧？对啊，我因为毋知你写什么话稿，或者我是感觉真较特别的。然后你家己咧做。台语今天当即个节目是，因为其实你教台语诶，即个网络诶节目嘛，真侪款比如对我就讲华视即个齐英莹徐荣莹，你都要用华语念，所以有时候念袂出来。齐英莹主播诶，即个台湾俗语逐工一句啦，惊新闻有即个。伊是台中教育大学对无？是算讲是恁的教授嘛？即个吴信涵教授，台语听有无？就讲新闻的，今年采访过即个主播，即个温小顺主播，那公司嘛，有即个吴国精，迄个字念做精，吴国精即个改问税制啦，同啊像就进前
其实当玉顶主播敢若嘛，有做一个台语字真趣味对无吼，所以有啥物进前段还跟你合作台语真认真嘛吼，遮济网络顶悬无共款的伫教台语的第一篇的即款节目，恁家己感觉讲目前恁家己当伫做，尤其就是恁当即个组成吼，恁当成员做出来，甲即个节目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无？上大的特色讲，对伫咧看因的，你嘛爱来看我的，我有啥无共款的所在，甲你看的无？应该是讲吼，教台语即件代志吼，因为就变较有淡薄较有压力。嘿，因为对阮来讲吼，其实吼，伊是专业的嘛，分选伊是专业嘛，我嘛，我只是单晓讲尔，嘿，我有当时连写我嘛是做困难的，所以有当时讲着教压力就是大的，所以阮就感觉吼，你就是来听阮的物件，你会感觉足轻松的，而且吼，你是听过了，你可能就会放袂记，抑毋过你听的时阵，你的语感、你的想法，你会为即个台语的物件，即个单元内底，你会当摕到啥物的启示，就是你有啥物感觉出来，你慢慢听，读书听，慢慢去看，慢慢你就会开始有一种，你嘛想要做伙讲。甲你的感觉讲出来，所以我感觉只要就是讲，就是听，你就是我毋知要安怎讲迄种感觉啦。哎呀，其实我是感觉讲台语真认真，无遮尔注重伫教学。就是当然有当时阮会分享一寡，比如讲，若是讲着花灯，阮有可能会讲着一寡相关的俗语，或者是一寡语术。毋过其实我感觉台语真认真，甲遮个节目较无共的是，阮的教学的迄种成分较无遮尔悬。其实阮主要就是想要甲即马社会当中咧发生啥物代志，一寡较流行的议题，或者是讲一寡会当行入大家日常生活的一寡主题分享，互大家，甲大家做伙讨论。我感觉台语真认真，较像一个朋友，就是伊会真成一个你的朋友，甲你做伙开讲，讲一寡主题，甲你做伙讨论，对，会迄种感觉。听起来意思是讲，阮的节目因的节目较点到啦，咱听咱会较轻松。嘛毋是安尼讲啦，就是对，就是安尼。应该是讲吼，阮探讨的物件吼，较是生活方面的代志，譬如讲吼，阮前一阵仔就有当讲迄个台北女子图鉴，即部华语剧，当推荐即个图鉴的，即个台北女子图鉴即部剧的时阵，阮佫顺续佫另外推荐另外一个剧是《王冠》。对，王冠就是迄个咧写英国女王的迄个影集，是，所以吼，讲是纪录片，伊是算是半纪录片，抑毋过吼，伊是做者迄种就是演员来演女王，无共是伊的故事咯，伊无共的年岁，有无共的演员，逐个拢演甲足好诶，我感觉吼，你一看你就调诶，无多，你就一口气甲看甲了。你若讲到即个戏剧诶时阵，目睭拢会挖开，我逐工拢爱看啊。而且像阮之前节目嘛有做过迄，就是开福地啊。对，所以我感觉阮的主题算真多元，对，上大优势比因拢较少年，会使开讲一个较日常生活啦，吼，少年人介意的物件啦，吼，较大活啦，吼，较活咱日常生活的感觉安尼。好，来咱先小可休困一下吼，嘛讲较单吼，难免咱家继续等下。来，咱继续。继续开讲，嘛是你开讲，拄则嘛是讲继续开讲，其实只是把那个耳机摕落来，嘛是赶快伫开讲。系啦，来，咱来开讲一下，恁家己伫电视台内底，恁制作节目的时阵，拢是伫电视台内底对无？对。要么变嘛是用电视台，要么变吼收音啥拢嘛是吼。但是花西是毋是家己有台语的新闻？有有台语新闻以外的台语节目无？应该是讲吼台语字真趣味，个台湾俗语逐工一句吼，这拢是算是新闻以外的小单元。
伊是有伫电视顶管播送，有，伫网络顶管嘛会播。恁是毋是爱要求讲差不多，阮的台语真认真嘛，应该要囥起哩啊？还是讲佫较侪人骂？我是感觉骂都叫骂，有啥物关系？应该是讲吼囥起哩，你佫需要费佫较侪工。要毋过吼，我是感觉吼，伫网络顶管吼，看慢慢啊去占你一个位。地位，我感觉这是较重要的啦，无一定讲一定爱去电视顶管即件代志，因为我是自开始做媒体，到即满吼，我毋捌做过电视，因为我虽然自细汉就是电视里度，要毋过我到即满吼，煞对电视无啥物特别的上足大的感情，所以我自以早开始嘛做工课吼，拢是做纸的媒体啊，啊无就是做网络的媒体啊，所以伫网络顶款吼，我感觉是你爱伫即个媒体内底占一个即款的媒体内底占一个位较重要，无一定讲吼爱去电视嘛爱占一个位，网络占一个位，啊伫纸媒体顶款嘛是占一个位安尼，我感觉安尼有一点啊。重点囥好好就好，对啊。可是讲实在像我家己厝内是无电视的，我无伫看电视的，对。所以有当时讲电视顶管时间啥物8点钟安那，我其实袂知。除非讲有人有的朋友会传互我讲，你看即段这台语讲甲，我袂听你啊。这应该是无要紧，讲这应该是大家拢知影，这无算秘密嘛吼。有几台啊，就是主打是讲台语啦，但是这连续剧的。你若听久，真正是迄目睭可能挡袂牢，变白目嘛，变安尼哇，就挡袂牢安尼。但即部分上摆讲来讲，就是确实是像你讲的，凡说尤其当时即个时代少年人。真正人其实真正是无伫看电视的，所以你的媒介、你的通道其实确实是伫咧网络顶管。那网络但网络形式嘛真侪，有看影片的有听声音的，有文字的，有图画的真侪款。每一款的平台因的即个特性嘛无共款。对。所以恁家己的目前的主打是想咧重心会较注重伫咧网络即块，讲先甲网络即块做好较。搁较稳定，或者是有一个只要讲到网络顶管的，凡是啥物甲台语有关系，都会想到恁的物件安尼。就是希望吼，会有当时啊，伫网络顶管吼，大家会定会当定看到台语真认真。即种感觉，就是我感觉，就是对阮来讲，即种感觉一个肯定的感觉吼。有当时啊，你会感觉。伫网络顶管像诶拄着一寡，拄着佫较济诶代志，就是讲你网友有意见，网友有想法，毋管是好还是歹，你伊也只要肯留话互你，你就会当接受着伊诶感觉是啥物。这是我感觉这是伫网络顶管做诶另外一个好处。这可能嘛是互动来讲，伊网络的互动性总毋管咱讲拢是总是较悬。对。尤其你当然podcast 我讲有一个较大的缺点，就是讲你听的人听，其实一般拢是咱无伫使用手机的画面，无伫买手机的时阵，就是你做其他的代志嘛。甲看 YouTube 小可无共款，YouTube 当下就是你看，你随时会使留话，因为你本来就上目睭伫看，所以你就是专注伫即个所在。但听确实，你讲大家拢会所谓 podcast 拢会讲大家会使去Apple Podcast 顶管的是啥物款的，毋管你用倒一个软体，倒一个平台去留话创啥。第一是伊无集中，所以你有当时就算有人留话，你无一定知影留伫倒位啊，因为每一个收听的工具拢无共款。另外一个就是我搁特别一个讲切换到遮来，其实无较简单吼，伊的即个难度会较悬，困难度较悬，所以确实你若做 YouTube 度即点会较有机会接触到搁较济大家留话是互动的欢迎的机会啦。所以我想这可能嘛是因为安尼才有大部分你若伫做 podcast 的人，伊拢必须爱有即个无共款的社群的平台，毋管是 Facebook 还是 IG，互大家会使去甲你互动留话，无你其实接受袂着。大家到底，比如讲听完你的作品，听完你的节目了，到底想法是啥物？这可能嘛是我所有人拢会拄着的问题啦。所以我家己伫 Facebook 顶管嘛是共款嘛。讲实在嘛，真感谢听到，就是真侪人拢会来留话吼，来
甲我讲伊家己听的想法啦、意见啦，吼，所以我讲这真好，就是至少了有一个管道，互伊会使甲你讲一些有诶，因为毕竟咱是。毋管你是做节目、录影诶，还是录音诶，伊拢是无法度，伊毋是当时诶嘛，咱毋是讲对逐个，你毋是 live podcast，所以一定是会有即个时差诶问题。那逐个要安怎找着你，要安怎甲你讲伊诶想法，就是爱透过这管道啦。但恁家己伫咧电视台内底做，因为伊其实是有台语新闻，但是其他即个新闻部诶人，因为伊毋是。独立出来一个部嘛，应该就是讲所有诶新闻部诶人，就是拢爱做这个节目嘛，是毋是安尼？所以因敢会晓讲台语？其实大部分伫电视台内底拢是我甲，就是志英因主播，佮有玉丁主播，佮有我，佮有另外一个过音诶同事，嘿，阮4个人会讲台语。啊，伫电视台其实其他诶记者拢是做华语诶新闻，所以其实因都较少咧讲台语。啊，毋过有当时啊，因可能咧对话诶时阵，有一寡摄影记者，因可能会讲着台语。毋过若是像我即种年岁啊，可能就较少会讲台语，嘿，就比例就较低。你新闻内容，你报上时阵，比如讲台语新闻诶时段，新闻内容是用华语还是台语？除了主播是讲台语以外，新闻内容是华语还是台语？新闻内容拢是台语，你是毋是拢无听？你新闻内台视是？无看阮华视新闻，我无电视啊，我毋是讲无电视，我连电视都无。我有 YouTube。在地新闻吼，伊可能就是用华语的画面，华语的受访者，另外个过音，所以伊全部拢是台语，除了受访者是用华语。或者是讲有当时可能会有一寡熊熊的即时的消息，就是连线的消息，可能都会用华语安尼。所以基本上就是恁敢若几个人会用着台语伫咧即个环境内底。你听讲较大声无？其实大影响别人。我毋知影阮同事敢有超工影响别人，因为我家己拢是就是伫录音室内底家己录，嘿。对，所以可能较袂影响到别人，因为我就是家己一间。啊，毋过有当时我的同事拢会去外口就是有几台过音的机器，嘿，所以别人可能会当听到伊咧过音。你袂超工去找其他共款新闻部的同事开讲，超工拢讲台语。有当时看到一寡，比如讲导播，会甲伊讲台语。啊，毋过若是较少年的记者，我就较袂甲因讲台语，因为因大部分其实拢是听毋是听有啦，就是听有，毋过较袂晓讲。伊就你讲台语，伊讲华语无要紧啊。敢若嘛是会使吼。哎呀，故意就会晓啊。因为电视中先生之前甲我讲吼，电视先生啦，吼，先生是迄个先生嘛，先生就是老师啦，吼。电先生就甲我讲，伊有当时台北会挑工，伫咧即个咖啡厅开讲时，全台语就准拄煞，伊会讲特别大声，挑工讲互足大声声啦，因为边啊隔壁桌的人会听到嘛。奇怪，其实有的人因会晓讲台语，只伊无认为讲伫即个环境爱讲台语，就是迄就是需要讲台语。你家己一直用台语开讲啊，因家己慢慢来嘛变，你讲来慢慢就变成台语的。干念的。伊会使互本来就晓讲台语的人，会家己转换频道，因为边的人拢讲台语的时候，伊自然都会转换过来。我讲这是一个真趣味的方法啊。其实我嘛做过即种代志呢。之前有一摆，就是我甲我的朋友做伙去阳明山，阳明山有一间咖啡厅，就是夜景的咖啡厅。啊，有一摆我就甲我的朋友做伙去遐，啊，我就甲伊一直用台语讲话，嘿，啊，毋过边仔的人敢若无变做台语，啊，毋过都有人一直甲我看安尼。无要紧啊，对啊，关系讲台语嘛会使正常使用，我伫看夜景，我嘛使讲台语啊，对啊，所以。我讲会较趣味啦，而且逐个人讲，这少年晓讲台语啊，台语讲真好。当然，即句话是足奇怪啦，讲实在，但是因为就现实来讲，确实就是安尼嘛吼。虽然有的人我知影讲，有的人会感觉讲，你安尼讲其实小可无礼貌，讲恁这少年你晓讲台语，其实足奇怪。即句话其实足奇怪，敢若无人会甲你讲，你华语讲得好好，无人安尼讲，我讲真好。但是
因为这是现实的情形，咱逐个嘛拢知影，讲确实目前所有本土语言的使用比例都是少嘛，所以逐个会有语系或者是想讲，无按算着你会讲台语，这毋是伤奇怪的代志，讲实在，咱嘛无法度去怪罪别人啦。只是讲定用至少互因开始惯习讲，少年讲台语，敢若嘛就正常诶，就路边嘛听会着啊，自然都愈来愈侪人会去讲嘛，对不对？感觉讲。凡说无一定会有法度，互袂晓讲台语的人讲台语，但是你会使互会晓讲台语的讲出台语。所以我当嘛，当然我家己生活环境的关系，比如讲我换市场，所以市场内底这边讲我全台语是无问题。那办公室内底其实嘛是有袂晓讲台语的，无啥会晓讲台语的同事嘛，有少年同事啊，考试即摆啥物拢有，因为算讲公家机关。但是我有当开讲啊，或者是甚至是讲较严重的，毋是讲严重较重要的代志时，嘛是会用全台语讲。那因拢听有啦，其实因拢听有，只是讲反正无遐甲讲。但是你会发现讲，因的台语的使用能力有愈来愈好，因为恁甲摊商逼着啊，你就会晓。你甲摊商讲话，你就是爱讲台语。一个比如80岁，一个会长80岁啊，你要甲伊讲法语，就听无你讲啥。你敢因为安尼就无度甲伊讲话袂使啊？你即个代志爱做的，所以。嘛是爱逼家己想尽办法，甲伊讲啊，你自然都慢慢都会惯势啊。第一是你办公室嘛听会着吼，听阮讲听惯势啊，过来你去甲外口人讲话时，你都要使用，就较有机会想着讲你过去听过啥物款的话，会使摕来使用，嘛会有差。有当时嘛会甲伊讲有某几个词较特别的，互因大概知影即个安尼。确实定讲造成迄个环境是嘛真重要的一个方式啦，我感觉对吧？所以我讲。工课中的这这其实嘛是我拄过的问题，像我进前去公司，当讲去导览先生，伊是公司台语台节目嘛，但是全部工作人员无人甲我讲台语，真的哦，因为伊甲我讲台语的是郑顺聪先生是顾问嘛，过来就是有一个来宾来，所以我有常常甲因讲用台语在开讲一下，其他真正咱工作人员的，因为对因来讲就是一个。咱嘛知影讲，比如讲恁家己伫电视台嘛，清楚讲频道换频道，电视台即几档就是毋是干那即个频道尔，只是讲咱打做即个时段做是即个节目尔，所以大部分人其实少年人伊嘛无会晓听，其实大部分拢会晓听，但是拢无啥会晓讲啊啦，这是一个真大问题。你即台袂晓讲，后一台一连听都袂晓听，这是最正常的，都一定是安尼。所以我迄时阵去公司台语台嘛，即个感受就是讲，原来都算是台语台。嘛毋是工作人员拢会晓讲台语，我本来按算是讲我会规片转播，逐个拢伫讲台语，我说我就足轻松啊，逐个拢开讲，无家己个切换咧，知影说，甲伊讲诶时候，大家为着方便伊理解，你若讲伤紧是因为我等下讲我讲台语讲诶速度较紧，所以方便伊理解，我规气切换成话去，都可能你甲伊对即个卡本啊，或者是讲伊希望我做一寡啥物代志，总讲一句就是，你会发现讲伫咧即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大部分其实嘛毋是台语。我甚至之前公司敲电话来时，我本来想要用台语甲伊讲话，我发现伊反应无介顺势，我说好，安尼我理解。因为咱无法度啦，我讲现实的情形，咱就是尽量使用。当然，这嘛会对应着一件代志，就是台语的环境确实无咱想的遮济，还是遮完全。恁家己观察讲，咱除了电视台以外，规个恁日常生活当中的观察来讲，尤其譬如讲恁分算是台文所嘛，你可能会较去观察到即款的代志。你生活当中真正台语的使用环境啥款，包含讲你伫台北，或者是你等到你家己家乡，你中华人嘛，伫中华的情形，有差别无，或者是有变化无？因为这几年来一定嘛有一寡变化嘛。其实讲实在话，我伫台北的时阵，就真正足少咧讲台语，就是除了过音，对，除了过音，或者是除了讲像我伫师大上课的时阵，我有受李碧清老师的课，伊的课就是全台文，对，所以我伫上伊的课的时阵，我一定是拢是全部拢是用台语来上课，拢是用台语来发表我的意见，所以迄个所在就是我伫台北。除了电视台以外，较食讲台语的所在，佮有包括讲，我甲一寡朋友咧讲话的时阵，就是可能我就会，比如讲我家己请教一寡台语的问题，我就会直接用台语甲伊讲话。通常伫台北其实真正较无迄个环境会当讲台语，比如讲，敢若迄种
我伫坐运上可能拄着人甲我讲台语，比如讲我家己拄着人甲我讲台语，我才会甲伊讲台语。对，大部分我看到少年人，我可能都是会甲伊讲华语。啊，真正要转去中华，才较有机会讲台语，都是甲家己的亲人啊、阿公阿嬷啊，或者是讲甲我的亲人对话，才会用到台语。啊，你若转到中华，比如讲，莫甲厝的人讲，就是去外口，比如讲你外口中华市区啦，去倒遐去行行踅踅巡老老的，会用到台语也是华语。其实即摆敢若也是华语较济呢，就算阮遐可能无发展甲，就是像都市安尼，啊，毋过我感觉大部分也是讲华语较济。你讲毋是中华市区，而是你家己的家乡。你讲你是住伫分恒即个所在。对。啊，即个所在只要你出去外口，主要嘛是其实是华语的环境啊。其实阮兜是较外南投的草屯，啊，若是去到草屯的市区，都是无遮尔侪人讲台语。毋过，若是真正伫阮兜门骹口，会听到厝边隔壁也是讲台语，对，所以伊的比例大概啥款？你有观察到无？可能有5-6成讲台语的哦，做一半一半安尼。对，但是若搁较市区都搁较少。对。所以这是都算是中华嘛，是即个问题就对啊。对。我家己伫宜兰看，我感觉无介准啊，因为市区内底有传统市场，传统市场嘛是拢伫足老热的所在，所以有当时嘛会较参滥啦。啊，当然因为比如讲我若开喙，我就讲台语，对方嘛会甲我讲台语，大部分宜兰会晓讲台语，还佫有一定的比例，所以有当时嘛无遐准。但是你比如讲去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可能凡说台语你听到就剩3成或者4成，但因为嘛是真济小可有的人或者是凡说甲咱共会人因为佫加减会讲，所以伫咧百货公司嘛佫会听一寡，但是已经无算济，我感觉到变化都无共款啊。所以嘛是爱看，可能甲情景有关系吼，即个每一个所在的情景，大家拢会有一寡意识啦。比如讲你嘛会晓讲台语，但是去百货公司你可能就较少讲。比如讲你要点物件啦，你要创啥，你就会先按算讲对方是袂晓讲，或者是听无。比如星巴克，你去咖啡厅，你敢若都袂特别想着讲，我用台语来点一杯咖啡，其实嘛毋是袂使啊。只是因为有当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新俗的问题。比如讲你要点一杯latte，还是要点什么？焦糖玛奇朵。焦糖玛奇朵，可能因为目前反正无人去甲翻译，就算好，就算有人翻译，对方可能嘛毋，反正一般台语会使，但是拄着即款特别的事情，伊嘛无法度。对，这就会出现着，毋管你做节目或者是咱日常生活，拢共款拄着的问题，就是新俗的需要。恁家己面安尼看那即个新事的需求，或者是恁家己要安怎面对，你有一个事袂晓讲，而且是较新的物件，是准备安怎去处理？恁家己日常生活是做节目啦，平常时拢安怎处理即个问题？其实像我有当时我会录，咱新闻部嘛是有杂志的部分。就是阮有杂志即个专题，有当时阮拢爱过音过做台语的。像我进前都捌拄过一个事，伊是讲歌剧。嘿，歌剧迄当时我就咧想讲，我要安怎翻做台语？所以迄当时我就去问玉丁主播，佮有英英主播，因的想法是啥？后来英英主播伊就甲我讲，伊感觉会当讲拄仔厝。因为伊感觉迄个画面。迄个人伊住迄个空间，都若一个拄仔共款，就是敢若像一个拄仔的空间，对，所以就甲翻做拄仔厝。所以有当时阮咧做一寡新词翻译的时阵，其实会先去看迄个画面，感觉讲迄个画面可能甲啥物款的情景啊较像，阮才去甲翻安尼。大家都是会互相讨论，才来做决定。可能就画面啦、意义啦，重新搁去甲好一个名。嘿，有当时我嘛问过一遍，有拿到第七遍。那是因的角度看的是啥物款的迄个。那滚一边这边呢，也是做节目的时阵，因为尤其你就爱讲包含对讲动漫啦、微博的吼，这物件较少年的物件，或者是较是咱讲流行文化事件的文化的物件，
总是真侪新的事是过去大家内底无的。啊，你要安怎伫讲即个物件？这应该就是吼，有当时吼，有一个动画也是放假伊的名吼，伊会足奇怪，而且足长的。嘿啊，话迄足长的吼，你就可能吼。九九要安怎翻译我拢知。九九就是九九啦，嘿啦。我讲九九迄人名，可能人名就要收长啊，有无？嘿，有诶是可能有是诞生到另外一个异世界迄种主题有无？这即款的有无？嘿，比如讲，伊欢喜是讲吼。关于我转身成为史莱姆这档事，我刚刚好像这吼，你直接甲交换的顺的好啊。要么个有诶吼是，就好看，嘿，就好看。哎哟，无法度，迄个出来吼，我手机个迄个游戏，你知哦，真诶哦，迄真诶无法度，真诶想好看。因为日本红甲台湾，红甲嘿，红甲哦，迄个美国这些所在拢有人在看，所以吼，有当时就是直接翻过来，我感觉顺就好啊。你听有别人听有就好啊。有当时吼是咧像咧有诶较奇怪诶名，就 over 像最近嘛像迄 overlord，有一个嘛是小说改编诶做动画迄款，即种人就是像英文里可能就直接念，有诶吼像诶足奇怪，你可能就是爱家己另外想一个台语。变怎讲？就是你听有诶，你感觉即个事会当去替代伊诶即款物件。这是要安怎形容啊？要安怎讲啊？真正，我感觉主要吼就是，你讲出来，你会当表达好，大家知影迄个事就会使。所以有当时我就家己先想一个事，我咧写诶时阵，有当时家己想一个事，来吼，你就甲伊摕去看拿到这边。讨论无就是看群选讨论了，大家感觉哎呀，即个我感觉我认同即个讲法，和阮就用即个讲法，就创造一个新的事来试看觅使用就对啊。像我之前伫 Facebook 顶管有问过一个问题，我感觉嘛定家己伫使用啦，就是咱咧讲情绪勒索，因为即个生活当中非常定，尤其当现代自从即个事来到台湾了，其实有。其实情绪勒索嘛是台湾搁重新去甲做翻译个一个名嘛吼，应该是周牧之，应该是我无确定，或者是伊甲即个观念引进入来台湾了后，就是甲好即个名嘛。那当然台语内底当然嘛无即个事，而且讲实在情绪勒索这4个字，若过去无像讲当大家拢了解，但过去大家还佫无清楚的情形下，我甲即个观念引进的是大概敢若看这4个字，就算你是华语。讲实在，情绪勒索你嘛毋知伫讲啥，对，情绪勒索是被情绪勒索嘛，是情绪勒索你迄些人了，所以一定有这个问题。那台语嘛是共款吼，所以即个物件你若照字面翻，其实意义无大，因为台语人共款毋知你伫讲啥，所以像拄着即款情形时，我迄阵拄好嘛想着，我就囥伫网络顶管甲大家讨论讲，你若是情绪勒索台语，你要安怎去翻？都真侪人有提供伊诶无共款诶意见，真趣味，真各种各样拢有，有诶嘛真好耍，或者是有诶较直接，有诶是用过去有诶词，讲可能一撮概念小可改变一撮，摕来遮使用。那有诶人是重新搁倒字，有诶人是安那拢无共款啦。像我家己是，我感觉对我来讲，我伫使用上像轻松或者是像法度对我来讲，随会使理解，就是像我家己，我是用人情强讨，强是即个宜兰腔啦，或者是强讨嘛，人情的，毋管是亲情啦、友情啦，是对一般人拢共款嘛，就是人的关系，强讨就是你硬。其实就是硬爱硬讨嘛，有诶是用较可怜的方式，就是比方有当时老爸老母可能会对囡仔就讲无紧啦，嘿啦，你出去啦，你都出去啊，在你啦，就可怜迄个型无紧啦，我家己想办法啦，就是即款，但是伊诶意思根本都毋是安尼嘛，迄阵我迄时阵我著搁较幼老一撮，我著讲迄种人情强乞食诶乞，看起来敢乞食有共本来其实毋是嘛是强爱诶嘛，所以但我可能著用即款方式去重新定义，所以，确实新事是咱伫面对，尤其是已经真死行诶事啊！伫咧华语内底已经真死行，伫咧现代社会，即个某一寡观念，还是某一寡名词是定伫互运用啊。那咱一定必须有即个需要，就是讲台语要重新起来讲即个物件。你当凡说区块链，凡说比特币，你会使看较后壁一撮无要紧，因为毋是每一个人接受即个物件。那情绪勒索，你凡说打真侪人必须要甲伊爸母讲即件代志时阵，即个事要倒位来。我想这就是咱目前伫
做甲台语有关系物件时阵，拢必须要去面对的啦。我伫想吼，所以嘛是。大家定定会读甲莫咧笑，是无？我到底用即个词，我因为你用人无一定同意啊，每一人反正拢无共款啊，我无要紧，但是至少你提出来讨论嘛。有的人讲，有的人较麻烦，就是伊无同意你的讲法，但是你叫伊生出一个物件，咱会生不出来，所以这都较无意义啦。讲实在哦，有当物件就是约定俗成嘛，约定俗成，大家只要同意啊，或者是我理解你的讲啥，就是就可以市场资源会去汰选嘛，就讲慢慢反正即个事几落讲法，最后剩几个落来，就是安尼。有诶全部拢留落来嘛，有可能啊。咱台语内底真侪共一个物件有几落个讲法。我说我新事可能嘛是咱就是一直迄新的物件出来，恁咱嘛是伫节目内底一直迄新的物件出来。无一定所有物件拢会留落来，但是至少咱提出一款讲法，我讲这是较好耍的所在啦。你家做台语节目做甲大，你讲做200多集嘛？但是你家己观察吼，就是目前你看未来台语的留存、存续、发展吼，毋管你要安怎讲，你家己是这所有的来宾，我基本上若有访问我一定问即个问题，就是你是较悲观看待，还是较乐观看待？应该是讲吼，你头这个大开听起来都无解，无啦，咯。应该是爱讲吼，一个啊，有当时啊悲观，有当时啊乐观。因为吼，你悲观你是真正吼，你接触到你边仔人的时阵，就算讲你上班，我上班的时阵我是2个声道，一个是我在看拿头伫这边咧讲话的时阵吼。我就是会用台语甲伊讲话，甲其他的同事吼，有当时也用台语，有当时也用华语，嘿，这就是拄着一种状况，就是讲有个人吼，伊真正袂晓讲，要毋过伊会晓听，你着加讲互伊听，加讲互伊听，有当时你拄着有足侪人，大部分人拢讲华语，因为即摆环境，大部分就是拢安尼嘛，有当时你拄着你想要讲台语的时阵，要毋过边仔人煞无啥会晓讲的时阵，你得有一寡做悲观的感觉，一个悲伤，就是为心内底慢慢开始。这真正是有当时悠然而生啊！有当时我在甲厝的时阵吼，我想讲，就是感觉有当时感觉吼，你想要讲台语找无人迄种心情实在是无介好，有当时做乐观的是有即摆咱的教育为幼稚园开始吼，因着开始有咧教台语。我是感觉吼，乐观的部分是咱教育的所在，因为以前咱华语以前即个华语吼，为虾米会大家拢讲华语，造成即款的即摆即款的场面，就是讲吼，以前为开始教育内底，伊就是单教华语，其他物件拢无咧教。要毋过即摆吼，咱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讲去甲台语放入去教育内底，因为教育伊就是爱100年的时间，过来年的时间，过60年的时间，伊靠好多慢慢去改变你即马人咧使用即个语言的伊的状况、伊的选择，所以吼有当时啊，就是台语落去甲教育内底的时阵，我是用一个做乐观的想法落去看，因为吼。有乐观内底嘛是有一寡悲观，因为即马老师的资格有即个教台语的老师资格的人吼无够济，这可能是政府该去拍拼做得到的一个所在。要毋过为教育有教育即件代志，我是看较做乐观的，因为虽然讲吼，可能到我过身的时阵、过往的时阵，也无法度看到台语，足侪人咧讲的即款状况。要毋过吼，慢慢为教育落去，这是一个我感觉一个乐观的所在。要毋过吼，伫我日常生活就看到大部分的人少年囡仔无咧讲台语，当要讲华语，我是感觉有当时是，就是真正爱吐大气啊，无法度啊，真正人吐大气啊，袂变哪，伊无法度去强迫伊讲吼，你一定爱甲我讲台语，因为伫网络顶款吼，即马网络顶款吼有一寡人吼会开始讲吼，有一寡台罗战术，我知影，我理解。台罗战术，伊就是讲吼，你有个人吼，你只要讲着即个，譬如讲有个流行语会用母汤嘛，虽然讲我看到即个字的时阵，我嘛感觉吼，真无爽快，因为我袂去讲吼，你一定爱甲我用迄个母汤迄个字，无你就用台罗落去写，我袂啊，因为伊母汤即个物件，伊是互遮个人知影台语有即个词，虽然讲伊字毋对，毋过伊知伊捌即个台语，慢慢虽然讲伊对即个正确的字、正确的念法，伊可能有无
无正确观念，抑毋过伊开始讲嘛。嘿，有诶人看，虽然讲有当时吼本土剧诶台语吼讲较哩啦啦，有诶真正是讲较歹。像我有当时主持节目，我嘛感觉其实我台语有当认真要讲起来嘛是讲了无介好啊。有当时有诶人看本土剧落去学台语诶嘛是有，所以我感觉吼各种台语落去来做伙拍拼来做创作即个台语环境诶时候，读诶都是爱像你较拄有讲诶。迄个包容性，包容性是迄种物件，你就是爱刻出来嘛。你毋通讲吼，你安尼讲就是毋对。我真正做讨厌即款人，我真正做讨厌，有够讨厌。嘿，所以我就做讨厌有一寡网友吼，做爱来去讲吼，我讲即个台语腔吼，讲台语即个字吼，你毋是安尼即个发音吼，你互一个人对讲台语即件代志，感觉做失望，嘿，感觉无想要讲。感觉做有迄种挫折感，就是有番好过啦。对啊，所以你逐个要来做伙，愈来愈侪人来讲台语的时阵，你本体就是爱包容遮个人嘛。你无包容，真正你也共骂，大家共批评，我感觉这是真正即款人吼，真正是鸟车赛。其实会使理解讲，每一个领域拢有较像咱拄讲较极端的人，所以因咧推销遮物件，会认为讲。即个情形已经真危险嘛，等等，所以当然会有即个忧心啦，当然做代志会较极端一丝啊，这拢是会使理解啦，包含宗教，包含真侪立场、真侪信仰、真侪物件拢是共款，只是讲确实我讲伫咧除了讲甲大家讲，毋是每一个伫咧推销台语，或者是希望互大家理解台语的人拢安尼以外，另外一部分嘛，希望互大家理解讲，会有即款的情形。有伊的原因吼，嘛希望讲大家嘛，其实你只要跳过人过，准拄煞你加封锁嘛，你甲封锁起来讲我无莫看到就好。其实有真侪真会使真 OK 的人啦，我讲大部分人嘛是拢是较温和，或者是会使讨论的，所以嘛无希望有。因为就是安尼拗吵的声就较大嘛，所以咱就认为讲即个情形，即个区域是即个领域的人，就是拢安尼，但其实毋是嘛，任何的环境拢是共款，毋管是政治，毋管是拢是共款。所以我讲这是嘛，希望互大家理解啦。当然，咱就变成讲有伫推销人，就更较爱展现出迄款的包容性。可能反正是因为我家己伫咧我的 Facebook 顶悬。但都是我感觉大家即个包容性拢真悬，可能嘛是咱一直伫推广即个观念，就是讲无要讲啥对啥毋对是，大家拢会使来讨论看卖，因为讨论本身就是足好诶代志。你日后你因为其实上惊诶是大家连插都无要插你，有人骂佫是好代志，你连插都无要插你吼，迄就是才是真正都害了了啊！这确实是。咱有当时伫推销遮物件拄着问题，我定定莫看到。你有当时你讲奇怪，你连我嘛未参落了，讲啥物关系？我若无甲你歹，也无讲啥，是安那，都是有别人去甲你歹，你就怪甲所有推销台语的人，其实是无公平啦。或者嘛是希望讲所有的人，当然咱的听友一定是对台语较有兴趣的人，但是若是有人讲即款话，咱会使用较温和一丝，较。包容性较悬的方式去互因理解咱的想法是啥物，我讲会较好一丝。当然嘛，一定相对来讲无介意，或者是对这个物件无关心的人，嘛有较极端的吼。小可看到就足无欢喜的，嘛有嘛。所以其实拢共款啊。咱我讲敢若是用包容性才有法度去面对这个物件啦。当然讲到教育，但确实是过去无啦，因为像我细汉时阵，我是无啥物台语课啦，有台语的演讲比赛，我小时有台语的演讲比赛，但是无台语课即个物件。台语课或者是教育有法度发展到啥物程度，讲实在咱当嘛毋知影。嘛希望伊真正会发挥效果，因为我有当时嘛真烦恼讲，你看咱逐个每一个人拢学过英语学遮久啊，你了解我意思无？有几个真正有安尼学起来。伊的英语会足好，嘛是爱靠环境。比如讲你外口读册，或者是真正你有即个需求，我去外商公司上班，我一定爱有法度处理，有法度甲遮人直接，我都一定爱用着。无其实一般啦，我较早诶，即个教英语的即个先生拢讲，你就是逐个英语上好的时阵，就是拄读大学头一年，因为你为着考试，所
所以遮拄考起哩吼，啊个记伫啊个还债的时阵，记伫还债，所以你敢若会使。从2年开始教你毋是啥物英文系啦、英语系、外语系，大概都随拢用得去啊。吼，大部分人应该拢是即个情形啦。所以环境我想第一。有即个教育本身最重要，真好。然后第二，其实是咱有法度创造即个环境，所以有真济甲环境有关系。可能因为降温站的，讲同温层嘛，即降温站也是环境关系。我家己伫个环境无伤大即个问题，所以我讲台语对我来讲是最正常的代志。我定定拢会，我过去伫做台语节目拄开始啦，拄开始我其实是无感受到即个危机啦，哈，讲危机就是。原来即个物件有伫消失，我来讲是都讲，我只是感觉讲即个语言摕来讲，我要讲的内容是上适合的，我都摕来用安尼啊。对哦，感觉接受的人接受了愈来愈侪人嘛，吼，都你会发现讲哦，有即个危机伫咧，但是当时，因为接受的有个当时讲台语的人，因为我们对象一定是跟台语有关系，陈顺聪啦，甲像主播嘛是台语主播，所以如果感觉讲，敢若嘛是。真济啊，真济人咧做这个，真济人咧做这个代志啊，跟他嘛还好嘛，来讲还好的华语先，但是就是这种感觉嘛。但是你若真正甲这个揪开来看啦，甲抽离来看，你讲哦，其实毋是安尼。尤其我定会问恁，就是因为我家己的环境会使接受到这个代志的，所以我袂有遐明显的感觉。对我来讲，就是我伫市场我要放送，我嘛是用台语啊。我甲因开讲嘛是用台语啊。我前几工经济部来做评鉴的时阵，我拢伫无用评鉴的代志，我嘛是全部用台语甲因解说啊。所以我就讲恁听有吼，听我用台语讲，因为我讲伫市场，你见大家拢用台语，我就用这个语言讲互你听，只要你听有，除非讲你听无，我就无法度。会使我就用台语讲，嘛是伫讲呢，比如硬体提升啦，吼，软体服务做啥物物件啦，啥物款优先的服务啦，我嘛是用全台语去解说。所以这物件你报告你赶快会使转台语嘛，吼，环境闹出来，我感觉迄是最重要的代志。除了教育最重要以外嘛，这嘛是一部分。我分享家己安尼感觉。其实我感觉我伫电视台，因为大部分的记者拢是讲华语，毋过我感觉就是有当时会足安慰的，就是讲进前啊，就是阮有做。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所以阮都有做国际新闻的连线，所以要是有一寡。国际新闻的记者，因都会用台语来做即个连线的消息。厉害诶！国际新闻的记者，对，就是嘛是阮兜的主播，就是方子琪。做厉害，伊做厉害。伊的台语算是袂歹，伊嘛是成功大学的台文系。嘿，所以后来我就想讲，就是咱电视台内底应该有一寡主播嘛是会当讲台语的，所以迄当时拄好小 S 有一条歌叫做。99乘法表就歹听一条。伊刷来要讲诶，伊刷来要讲伊啦。就是后来我就找阮兜的主播，就是来挑战即个99乘法表。对，所以后来就找到几位主播，拢来做即个台语的即个，算是一个小单元，就是做趣味的，翕一个 short 安尼。对，就是我感觉透过。做即个小小的单元，就是至少互遮个主播嘛，当有机会过来，就是接触台语，对啊，所以嘛，希望以后佫会当发展较侪主题，当互遮个主播有机会当过来用台语做一寡趣味的单元。另外一部分，因为我是师大的学生，对，所以进前我其实嘛有去学校教台语的社团，对，所以我有去带半年的社团，因为我是有证照。我嘛有通过，就是迄台南大学办迄高中的台语教学认证的迄个考试，我嘛有考过。迄个考试是考教师的资格，还是考台语资格？我教师资格嘛有，因为即马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关系，就是以后高中就是会教台语嘛。是。嘿，我是今年嘛有考过教师认证。嘿，另外。头拄迄个台南大学迄个是，就是专门去高中教册的一个认证考试，对，所以我是证照拢有摕着安尼，对，我家己顶学期伫一间高中教台语社团，我的想法是，因为一开始我是想要用台语全台语来上课啊，因为我平常时伫学校就是授课的时阵，大家拢是全台语咧讲话，是。结果我实际到迄个教学现场的时阵，就有学生甲我讲：“
老师，你可以不要讲台语吗？伊是台语社团，对，迄是台语社团，台语社团叫你莫讲台语。对，伊就甲我讲莫全台语，就是我一开始我是用全台语去讲的，就有学生甲我讲，敢袂使莫全部拢讲台语？对。是安那伊听无？伊可能有一寡听无，毋过我感觉有一寡学生伊毋是听无，毋过因就是可能无想要听台语。安尼伊来台语社团要创啥？我毋知影，就是应该是讲伊可能想要学，也毋过伊一开始也无法度听有。伊这难度伤悬，对，伊无法度听到规连篇的就对啊。嘛是有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有淡薄想讲，是安怎歹？我是毋是兼着经？我是毋是隔壁经？因为我变成是咧试教，或者是上课拢是全台语，所以我就想讲，是安怎袂使全台语？对，我一开始是想讲，反正是因为伊听无，毋过我上几啊摆了后，我就发现讲，伊应该毋是听无，伊只是无惯势听台语。毋过我咧到底谁要来参加这个社团，我都无了解。你著爱互惯，还是讲有啥物分数哈？我毋知是毋是当有一寡啥物分数的认证啊啥？可能嘛是因为安尼，对。毋过，就是迄当时学生嘛有甲我怨叹讲。就是因之前上课老师，就是逐摆上课拢是教啥物教育部拢读的文章啊，或者就是拢是教迄种，比如讲大陆拼音，或者是教因安怎读文章。我就感觉讲，即种方式毋是讲无好，毋过我感觉你伫教学的时阵，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社团课。是，毋管是毋是社团啦，其实我感觉你台语即个语言，你要爱互伊会当继续发展，有法度继续传承、继续发展。其实老师你爱去思考安怎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所以伫我上课的时阵，我有当时就是会教因，比如讲真简单的物件，比如讲就是动物的语序开始来发展。到后来，我嘛有教因读一寡台语文章，毋是文章啦，就是台语小说。所以因伫要，就是因伫要挡袂掉啊，因为我教因台语看台文，就是看台语小说。后来我嘛有带因去，就是运动场边啊，大概都是围做一轮，大家用台语开讲。嘿，嘛是，我迄当时嘛有互因听台语歌，都互因听讲，即个台语歌其实伊有倒位趣味。伊是毋是其实有押韵，或者是伊有用着啥物款的手势？是，嘛有互因听阮的台语新闻。毋过其实我感觉，有趁机会放迄个台语真连档。台语真连档看一次啊，尔。我讲每一个人拢等下看几遍才有分数，嘿啊，才有分数安尼。其实我感觉做遮个代志，就是只是希望讲。互学生会当对即个语言产生兴趣，然后会当互因感觉讲，其实台语是真生活化，是离因真近的物件，是会当用台语来接触一寡生活当中较实件的代志啊，或者是讲，其实是会当真挖进你的生活。因为我感觉讲，就算你伫你的课程当中，你有教着学生安怎写台语，安怎念台语，毋过因对即个语言无兴趣。只要李老师离开即个场合了后，即个学生伊要是无想要学台语的即种，都跟卡遮偏去啊啦。对，就是对啊，就是我感觉讲，其实上重要的是你爱先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伊感觉即个语言是趣味的，伊感觉甲伊的生活是有连结的，伊才会想要继续去学。若无你即个课程，你就是干那伫你的课程内底尔，就是老师你只要一离开，学生伊的日常生活或者是讲。伊平常时，伊要是袂去想要接触台语相关的物件，伊用袂着嘛，嘛无迄个动力讲我家己主动去找，就敢若咱学英语共款。这下课都完全袂记拄则上啥物啊。所以我感觉教学重点要是爱放伫引起学生的兴趣，互因家己会想要达成迄种终身学习的迄种感觉。好，咱时间嘛差不多，最后来互两位。即个宣传一下，台语真连档吼，伫台语华视台语频道内底，每礼拜5 AM，我时间是可能拢是9点还是10点。伊要拍啥物字？爱拍啥物字来吹？拍台语真连档，连是咱华语咧讲迄个念，嘿，其他就是。你毋是辗转反侧的转哦？
迄个字是赞啊，对呢，赞呢，赞啊啊赞赞啊！哎呀，歹势啦，哎呀，这种刚这种去加一定会留，我会坑你屁头，我会坑你屁头，你讲伤邋遢啊！辗转反侧迄个辗转，但是台语的汉字内底就练凳，啊，真是 TSIN 嘛，TSIN 一下呢。你拍安尼，你就是找着，啊无你就是去花市台边度来再找，嘛是找着。啊，伫面册顶悬吼，伫个花市条台吼，你会当，阮会当甲有一寡事件的台语，也是阮有当时啊想着一寡好耍的台语，阮拢会教互大家听。嘿，有当时啊吼，啊，佮有啊，你去你伫 Podcast 的平台顶悬吼，找台语一年等你嘛是会当找着阮的 Podcast。有当时啊，就是聊一寡较有当时啊，有较。然后讲，较是阮生活化讲台语款感觉，佮较生活化迄种感觉。有当时吼，因为 Podcast 顶悬可能较无迄种限制，对，人讲较开一点嘛，较开放一点嘛。嘿，啊，所以有诶事我嘛是会甲避掉，因为毋讲吼，较济，阮私底下花式保护啊，伫咧较歹迄落，我私底下迄种感觉吼，嘛是伫即个加伤重就对啊，但是会较开放，放较开一刷的。啊，佮有吼，啊，阮伫10月份诶时阵有2场讲座，伫个台北教育台北师范大学，啊，佮有台中诶教育大学，嘿，办个讲座，分数无好，然后伫虽然迄个时阵当开放互迄个因好来学生啊参加呢，因为讲吼，伊个过程我会甲伊放伫个台语1年内底，互大家做参考，大家做看。阮邀请到做有名诶顺聪老师，啊，个信涵老师，啊，个有一个是，个有一个是，啊，这个嘉音老师，嘿，啊，开2场讲座，啊，明年嘛是会继续办，嘿，啊，就是看今年。因为今年第1道办啦，所以阮会甲迄影像吼放伫 YouTube 顶悬吼，观众朋友嘛当来甲阮参考一下，多谢。啊，你个人的即个 IG 啦，是 Facebook 上有需要宣传的无？IG 吼都毋免拿迄个较私人啊。对啦。那咱时间嘛差不多啊，即开讲啦伤久啊，2点钟啊，2点钟啊。当然咱中午迄困时间啦，即我拢无，我是拢互伊去继续走啦，但是袂囥入去。好，安尼咱都差不多到遮，我共款有一个即个结尾数足长诶。好来，听你讲。好来，咱今日的访问就到遮啦，毋知大家对即边内容啥物款诶想法咧？这集内容你听了受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诶指教甲建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留言互阮。那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会使到下个粒分数，互阮一寡鼓励。Facebook、Instagram 会使找出亚特聊聊天，会使看到更较侪内容的补充。好，念了。你就厉害呢，就顺的呢。阮节目结束的时阵就是安尼，拜拜。你后盖会使试看嘛？念足紧的吼。我即时间大概想办法放较慢的，想讲到底是讲啥？连甲伊拢会使安尼听就听，拢共款的元素会使听完吼，会使理解你伫讲啥，代表大家听着，互大家做一个后壁的迄个，这个算个啥？口气的对吧？你只要听到有法度完完全全拢免看字幕，你听有我伫讲啥，而且照这个元素来讲，你就大概有一定程度。真的哦，你看到真的厉害呢。对呢，就像迄银行的迄贷款利率迄种啊，贷款的信用卡啦，无什么是考虑的什么有个风险啊啦，就感觉讲关系啊啦，吼，第一就是本来就因为我字嘛是完全写台文，所以对我来讲是就简单，就照字读过就对啊，你免个翻译。好，咱今日就到这，多谢大家，好，拜拜，拜拜。